是李毅。在高速公路上，什么东西需要绑牢呢？安全带，对，安全座椅，这个很重要。那当然，除了要把人绑好之外，货物也要绑好哦。高速公路上有各种千奇百怪的掉落物，举凡轮胎、塑胶、保特瓶、纸箱、帆布、梯子、铁条、喇叭，甚至还有洗衣机。对，你没有听错，不要怀疑，就是洗衣机。而且这还不是最夸张的，你相信吗？去年就曾经发生2只没绑好的小猪掉落在国道上，神奇了吧？但是高速公路即使是小小的散落物，都可能引发严重的车祸哦。所以请记得以下的货物装载规定：货物装载应该前后左右平均放置，避免重量分配不平均。在高速过弯的时候呢，容易造成危险。货物宽度不能超过车身，货物不要超过车头。身后长度最多不得超过全长的30%，并在车后悬挂危险标志。另外，大型车跟小型车的高度也都各有限制哦。货物装载完成后，也要捆扎妥当，绑好绑紧，并且盖上帆布，以免货物散落。还有，货车不是变形金刚，要把车斗的篮板扣好。高速公路的行车速度很快，驾驶一旦不小心撞到路上的散落物，很容易酿成严重车祸。108年9月16日起，掉落在国道的散落物要由车主支付处理费用，所以在上路前，请一定要小心检查，要绑好盖好。货物绑牢靠，安全盖可靠。